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4月24。约翰一书4章12节安尼讲：无人捌看见上帝，咱若三听，上帝就踮伫咱内面。伊的听，通过咱完全实现出来。三角来祈祷，爱阮彼此相听，你就踮伫阮内面的天父。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至大搁通敬畏的至高上帝，你是怜悯搁赐稳定的至听天父。主啊，你用权能统管万有，互阮伫你的固守下来安然经过。无论伫顺境也是逆境，你的稳定拢无离开阮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伫创世以前就拣选阮，互阮通属伫你。主啊，求你拄起阮的硬心，用你的听来更新阮，互阮有一个柔软的心，主动来关心甲疼人。因为当阮彼此相听的时，你就要踮伫阮的内面。求你互阮的性命成做你同在的所在，互阮成做听的群体，互人进入阮的中间，来领受你无比的听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